橫命理風水界40餘年，閱盡無數富貴貧賤起落浮沉。世人睇許家印，只係睇到一個從農村窮小子翻身做中國首富，再跌落神壇，身陷囹圄的傳奇悲劇。但喺我命理角度，從來冇偶然嘅富貴，亦冇突然嘅破敗。人生所有峰峰同低谷統統都係性格、因運勢、催熟行為結果嘅必然輪迴。今日我就以第一身視角，用玄學格局、人生軌跡、世事因果徹底拆解許家印跌宕半生由寒門崛起、恒大盛世野心失控、賽胡爆雷到最終定罪入獄嘅完整名圖，話俾大家知，所有繁華泡影一早埋下破敗伏筆。講命必先講出身，一個人嘅童年底色往往決定一生嘅心性同格局，亦都係因果最初嘅源頭。許家印1958年出世，周口太康縣最偏僻嘅鄉村，呢個年份、呢個地域、呢個家境已經注定佢命帶苦根。佢未滿周歲，夏烤而家就因敗血症離世，變相係半個孤兒，多靠老父同祖母拉扯大。50年代末嘅河南農村物資極度匱乏，佢細個就食窩頭懷窮餓，屋企一窮二白，冇家底冇人脈冇靠山，放眼望去，人生完全冇任何捷徑可言。我睇過無數大富大貴之人嘅命盤，真正嘅頂級富豪大多童年有缺陷，命帶偏財偏旺，逆境生財之格。許家印正正係呢種命格，童年孤苦年少缺愛，長期賴窮，造就佢兩種極端心性。一方面極度堅韌，極度爭氣，極度識得捱苦，逆境之中永不認輸，一心要跳出龍門，逆天改命。另一方面，童年長期記憶乏，令佢心底埋下極致貪婪、極度缺乏安全感嘅隱患。細個窮怕咗，長大之後就極度渴望財富、名望、地位排場，要用極致嘅繁華，必彌補童年所有嘅卑微同遺憾。呢個心性係佢崛起嘅最大動力，亦都係佢最終毀滅嘅最大因果根源。年少時期嘅許家印係典型嘅苦盡甘來、厚積薄發之商。讀書年代佢異常勤奮，深知讀書係寒門子弟唯一出路。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，佢第一次失利冇放棄，來年再戰，憑住個人毅力考出全市第3嘅佳績，成功考入武漢鋼鐵學院，成為全村有史以來第一個大學生。喺當年嘅時代背景下，一個農村細路仔可以考上大學，徹底脫離農耕命運，已經係逆天改命嘅第一步。亦都印證佢命帶文昌助力中年發達嘅9個格局大學。畢業之後，許家印被分配去河南舞陽鋼鐵廠，一做就係10年國企生涯。10年光陰，佢唔偷懶唔浮躁，特地做工積累經驗，沉岩心性，由普通職員慢慢做到車間主任。呢10年基層訓練磨練咗佢嘅執行力、忍耐力同統籌能力，亦都令佢看透咗體制內嘅規則同局限。喺我命理嚟睇，呢10年係佢重根蓄力、蓄勢待發嘅10年。運勢平平淡穩，冇大富大貴，但積累咗做人做事嘅底氣，為日後南下創業埋下關鍵伏筆。1992年，許家印人生第一個重要轉捩點，亦係佢運勢由穩轉旺正式起飛嘅節點。當年全國改革開放深入推進，深圳特區商機遍地，無數人南下淘金。已經34歲嘅許家印，不甘於一輩子困喺國企安穩度日，毅然辭掉鐵飯碗，孤身南下深圳聳多。初到深圳嘅佢一無所有，冇資源、冇人脈、冇紙金，只係一份打工仔嘅薪水，日日奔波勞碌。但我要講，大富之人必定有冒險命格、破局勇氣。普通人35歲求穩，佢35歲咁從零開始捨棄安穩，擁抱未知，呢種魄力已經超越90%凡人。打工幾年，佢吃透地產行業規則，睇準樓市未來大勢，深知城鎮化浪潮必將造就萬億商機。1996年，許家印喺廣州創立恒大，正式踏入房地產賽道，屬於自己嘅商業帝國之路。初創時期嘅恒大規模細、名氣低、資源少，喺廣州眾多房企之中毫不起眼。但許家印最叻嘅地方，佢識得借勢，識得變通，極度敢揸。佢開創咗一套鐵底限幅傳統房企嘅模式，高負債、高槓桿、高周轉低成本擴張。呢套模式喺樓市上行週期簡直係無敵神器。
90年代末到千禧年後，內地城鎮化飛速推進，房價持續上漲，樓市紅利全面釋放。恒大憑住激進打法，快速拿地、快速建房、快速賣房、快速回款，短短幾年就躋身廣州房企前列。2009年係許家印人生最風光運勢、最鼎盛嘅一年。恒大成功喺香港聯交所上市，市值飆升，佢個人身家簿漲至479億港元，一舉登頂中國內地首富，由一個農村孤兒國企打工仔搖身一變成為全國首富，呢種逆襲，放眼全國商界都堪稱傳奇。當時無數人讚攬佢，烈志佩服佢能力，媒體紛紛將佢塑造成寒門逆襲，典範商界狀嚴楷模。但喺我李居明眼中，金峰之時就是落波之始，最盛之日破敗已藏。玄學有云：水滿則溢，月滿則低，盛極必衰，物極必反。任何人嘅運勢一旦去到極致所風，必然觸發反噬。許家印嘅命格屬於偏財過旺，身弱扛不住巨富之相。紅衣暴富之後，彭慶野心鐵底失控，原本嘅睿智拼搏慢慢變成狂妄單男，原本嘅穩中求進鐵底變成瘋狂豪動。呢個心性轉變，佢日後萬劫不復嘅核心因果。大家回顧佢岷峰時期嘅所作所為，就會明白所有崩塌都絕非偶然。登頂首富之後，許家印鐵底迷失喺財富同名望之中。一方面，佢極度追求排場奢華虛名，昔日捱盡貧苦嘅窮小子搖身一變成為周身名牌、出入頂級圈層、手握萬億資產嘅商界大佬。皮帶奢華座駕，高端應酬名利雙收，佢極力用極致嘅奢華填補童年嘅自卑同技華佛。佢熱衷慈善，高調捐錢，冠名賽事入主廣州恒大足球隊，用金元足球橫掃中超，拿下無數冠軍，打造國民級足球 IP。一時之間名氣響徹全國風頭，無兩世俗。睇呢啲係風光，我睇就係虛耗福報、透支運勢。一個人嘅福報同運勢係有定量嘅，過度張揚、過度奢華、過度追名逐利，就會快速消耗畢生積累嘅福氣。除此之外，最致命嘅因果係佢嘅商業野心鐵底失控，鐵紅利期、高槓桿模式，理事不爽，令佢產生錯覺，以為自己可以永遠東贏，永遠順勢而上，永遠掌控一切。於是佢不再滿足於房地產單一賽道，全方位瘋狂多元化擴張。恒大金融、恒大健康、恒大汽車、恒大文旅、恒大糧油，各行各業咪全面入局，盲目鋪攤子，瘋狂擴規模，不計成本燒錢。尤其係恒大汽車，短短幾年燒光千億市金，完全脫離實業本質，列為資本炒作嘅工具。玄學有云：貪多必失，欲大命薄。一個人嘅能力、格局、福報撐唔起過大嘅野心，必然係全盤崩塌。更加致命嘅係，佢將高槓桿、高負債嘅激進模式用到極致。恒大拱峰時期，負債規模高達2萬億，係一個無比恐怖嘅數字。2萬億債務唔係一朝一夕積累，而係10幾年持續透支、持續借貸、持續空轉、持續撐登牆補西牆嘅結果。好多人以為恒大倒塌係樓市降溫政策調控導致，其實喺我睇，只係導火索。內在心性同商業模式先係根本惡因。樓市上行槓桿係利器，樓市下行槓桿就係奪命尖刀。當國家開始樓市調控、收緊融資去槓桿穩房價，樓市紅利消退，恒大依賴嘅高周轉、高負債模式瞬間失靈，銷售回款絕減，融資管道收緊債務集中到期，癲鏈瞬間斷裂。呢個結果唔係突發意外，而係佢多年激進擴張、貪婪冒進、無視風險嘅必然報應。由2021年開始，恒大危機全面爆發，違約理財產品暴雷，工地停工，樓盤爛尾，供應商討債，投資者維權，員工欠薪，一連串負面消息，鐵底引爆離倫，曾經嘅萬億商業帝國瞬間土崩瓦解。無數普通百姓畢生積蓄投入恒大樓盤，最後收唔到樓，退唔到錢。無數投資者血本無歸，負債累累。無數供應商貨款拖欠，經營破產。無數員工失業欠薪，生活困頓。呢度就係最深刻嘅因果報應。玄學最重因果，總善因得善果，總惡因得惡果。許家印為咗自己嘅財富擴張野心，滿足用極高風險嘅資本遊戲。
駕咗無數普通人嘅命運。佢用大眾嘅血汗錢積蓄、信任，成全自己嘅首富虛名同商業野心，欠下咗無數眾生債、驟生債呢啲無形嘅業力，累積到一定程度，自身無人可以例外。咸豐時期嘅許家印坐擁名利，萬眾追捧，身邊圍繞無數權貴、富豪、名人，人人奉承，人人交好。但當危機爆發，帝國崩塌，呢個繁華假象瞬間破滅，昔日嘅人脈圈層紛紛遠離，合作夥伴紛紛切割，著論口碑徹底反轉，以致首富變成人人唾棄嘅失信者、負債者、造我者。之後幾年持續爆雷，持續惡化，債務危機無法化解，企業徹底陷入痔瘡罌，而許家印個人亦都一步步走向毀滅。由最初嘅失聯調查到被勒曼定查，依法逮捕，再到最終司法宣判，多項罪名成立，被判重刑。昔日風光無限嘅首富，徹底淪為階下囚。時至今日，塵埃落定，世人先至徹底看清呢一場長達20年嘅繁華盛世，係一場巨大嘅泡沫，一場虛幻嘅美夢。我以40餘年命理經驗深度復盤許家印成生命圖，可以將佢一生嘅因果總結成3層最通透嘅道理，亦都係所有人可以借崇嘅人生警示。第一層因果，逆境養人，順境毀人，苦難係福報，繁華係考驗。許家印一生最大嘅福氣係童年嘅貧苦同磨難。年少孤苦，出身卑微，飽經風霜磨練出佢堅韌不拔、吃苦耐勞、敢爽敢拼嘅心性，令佢可以喺底層突圍逆天改命呢個階段。佢心存敬畏，腳踏實地，懂得珍惜步步為營，所以運勢一路向上，福報持續積累。但當佢登頂富貴，身處順境，坐擁萬億財富之後，所有嘅磨難歷練都變成過往。開始澎興，心態開始飆，格局開始窄。富貴最容易迷人心性，名利最容易摧毀初心。順境之中，佢失去敬畏之心，失去克制之心，失去底線之心。啲貪大、貪多、貪掹、貪利，最終親手摧毀自己打拼出嘅一切。好多人以為富貴係福氣，其實喺玄學角度，冇得承載嘅富貴係最大嘅災多。第2層因果。不入急門，福不進貪家，激進求財必遭財反噬。許家印嘅悲劇核心就係一個貪字，佢嘅商業模式本質係透支未來、透支信用、透支市場、透支眾生。高槓桿求財係最可險嘅求財方式，短期可以快速暴富，但長期必定埋下巨火。玄學講究穩中求財，以德在財，財富嚟得太快、太猛、太容易，人就會失去敬畏。忘記底線，忘記風險。許家印一生賺盡時代紅利，卻冇守住初心，冇守住底線，冇守住克制。佢將企業當成個人底局，將市場當成提款機，當信任當成資本工具，最終槓桿爆倉腹部，耗盡業力反噬。財富可以成就人，亦可以毀滅人。有德者守財，無德者散財，甚至因財招災，因財獲罪。近就係最鮮活嘅例子。第3層因果，眾生之債必當償還，欺人之事終會自欺。一個企業家嘅格局，從來唔係睇佢懵風有幾風光，睇佢底線有幾堅守，責任有幾擔當。恒大危機之後，無數普通人承受咗巨大損失，爛尾樓困住萬千家庭，血汗錢付諸東流，呢啲都係實實在在嘅眾生業債。大佬風光一生安穩落地，唯獨許家印慘烈收場。究其根本就係佢欠下嘅走生債太重。玄學從來唔會偏袒任何人，福報可以積累，業力呢必然清算。眾生成就自己，就必須回饋眾生，承擔責任。你若透支眾生，傷害大眾，唯利是圖，最後必然落得眾叛親離、身敗名裂、牢獄重生嘅結局。愛從運勢流年角度深度拆解許家印嘅崛起，完全踩中咗中國房地產黃金20年嘅時代大勢。城鎮化飛速發展，樓市持續升溫，融資環境寬鬆，市場需求旺盛，時代運勢成全咗佢嘅野心，造就咗佢嘅首富神話。但好多人錯把時代紅利當成自己能力，錯把順勢而為，當成天賦異，但許家印就係典型。得一代轉向，紅葉迭代，政策收緊，大勢褪去，個人嘅能力同野心瞬間就會暴露短板，運勢上行，人人都可以乘風而起，運勢下行。
唯有心存敬畏，穩住穩打，守得住底線嘅人，先可以平安落地。許家印錯就錯在喺大勢最好嘅時候太過狂妄，唔識收沙，唔識守成，唔識積德，最終大勢反轉之時，毫無抵抗之力，瞬間崩塌。回望許家印跌宕半生，實在令人唏噓。佢本來係天之麗子，寒門典範，商界傳奇，手握一手絕佳嘅逆酬牌，憑自己努力突破階層，改寫命運，創造商業神話，原本可以功成身退，安穩落幕，留名商界，但偏偏因為心性貪婪，野心失控，底線失守，腹部透支，打碎自己嘅一切，由吏治首富寧為階下囚，由萬眾敬仰變成全民欺家。我成日講命運從來唔係天定死局，天命定格局，人心定結局。啲人嘅出身天賦機遇係上天賦予嘅格局，但一個人嘅心性選擇克制善良，先係決定一生成敗沙福嘅最終關鍵。許家印嘅命大富格局，有逆襲氣運，有過人能力，偏偏輸喺心性，輸喺侵婪，輸喺狂妄，輸喺唔識敬畏。佢嘅一生俾咗所有人最深刻嘅警示：人生最大嘅成功，從來唔係一時嘅富貴，一時嘅風光，一時嘅名利，而係順境可以收省，逆境可以堅守，富貴可以守得，德智可以行善。無德而富貴，猶如無根之木，無源之水。繁華璀璨，實則轉瞬崩塌。有心守善，懂得感恩，心存敬畏，先可以留住福報安穩一生。時至今日，恒大神話徹底落幕，許家印嘅人生傳奇亦都畫上慘烈句號。帝國化為泡影，半山繁華淪為雲煙，名利財富盡數歸零，只留低無數欺詐、無數教訓、無數因果輪迴。喺名利世界，所有喜樂都有跡可循，所有成敗皆有因果。大皆係虛妄，唯有德行、初心、敬畏，先係人生永恆嘅底氣。許家印呢一生由苦到甜，由盛到衰，由蒙風到谷底，完整演繹咗種善因得善果，啲惡因得惡果，貪心招詛，厚德載福嘅世間真理。呢個故事唔單係一個企業家嘅悲劇，更係每一個追名逐利之人嘅人生鏡用。無論商界打拼，普通人處世，唯有守心守德守底線，懂收重之敬畏，先可以避開命運反噬，守住一生安穩福報。